我好細個就已經知道，賭只有做莊至會贏。打到嚟啊！阿生啊，不如你過去梳打份揾你表叔啦。喺你有生之年，我一定發達翻嚟俾你睇。嗰幾個外國要買10鋪中9鋪啊！開！你想辦法破呢3個聽色講啊！如果我哋諗咗一種物體嚟代替咗玻璃，當色仔撞到呢種物體所產生嘅聲音係啱啱相反嘅話，當佢哋聽到細嘅就即係大。有志氣，有骨氣，仲有豪氣，但係呢有好大嘅缺點，就係鋒芒過露。你係梳打放電一代最有機會第日做一嘅人。我哋梳打埠娛樂有限公司已經決定競投賭牌。你哋今次扮出標，無非係想我哋派啲餅俾你哋食啊嘛！有一點啊，如果我賀新冇命，你一樣冇命嘅。再問一次，我都幫你唔到啦。無論人哋欠我都好，因為我欠人哋，我一定要計得清清楚楚。你夠膽一槍打死我！我太中意贏嘅感覺，所以我唔會輸。我今日代表電視台，希望同學生你製作一個個人特輯㗎。無論點艱難都好，至緊要唔好認輸。而家賭場都仲係你揸 fit，你仲有24小時內搞掂嗰幾個老千。如果唔係，交翻俾我打你。喺啲咁嘅環境嚟大我，你得咩？你當年都未得啊！呢個世界冇英雄唔英雄，淨係有贏定輸啫。我淨係唔想再見到佢哋啫。邊個揾到真兇嘅？我何信爭佢一個人情。我放個人你要拉，明落我面啫。我已經報咗警啦，老千條拉。何生，你點啊？你冇膽我有，你冇人我有。人哋對我客氣，我就對人客氣；人哋對我難，我一樣可以難過佢。我何新能夠捱到今時今日，唔係彩數嚟嘅。